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湾不是食品安全出问题，农药残留超过标准，韩国系研究如果难解决的问题。台湾核准使用的农药有300多种，不过多种农药用在体内种作物上，无天初如有天残留容许量标准，无标准都是唔得验出。不过农作物使用的农药种类，谈论时代因改变，以为头摆无用的更加会用的。卫福部食药署让透露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，加收天的247种农药残留容许量，增加为前5项农产品、药品食品农药的含量标准，违反的要罚6万到2亿的罚款，4年的要正式实施。不过，按嚟做本人质疑，等于系并用的标准，本但是唔得验出的，改做使得少量残留，南北就算检验合格。民众怕咩声音引来引导为脱稿，修正标准到底合理冇？俺哋卖青菜水果归路卡，愿用嚟食，能使得囤农药食黑呢？来看俺哋嘅报道。新萝卜这种鸡皮的哈，你包的萝卜啊，这鸡皮要拿出来。一般的萝卜个安尼长长的这鸡皮用干皮哦，俺唔敢食啦，这暂时就剥出来。老盐落去愛食青菜，冇少家庭會葱醋煎青菜，民間有各種傳講食青菜以後嘅方式。家庭主婦要看陸客人食得安全，乜個方式都肯吃。食青菜主要講愛食較健康嘛，錯啊！迄講迄有農藥嘅話，食嚟就較無安心嘛，所以主要就想講愛用乜個方法，就安尼農藥吼做得撈佢除脫安尼。上來用嘅食青菜果子能創喏，能做得囤農藥食很喏。最好的方法用呛水去洗，呛自來水去洗。啊，無度呢，呛自來水用拿500cc，去標掉嘅所謂，因為含咗嘅發粉啦，小蘇打粉，係嘛啊？去標掉嘅因為嘅檸檬汁，啊無度用噴呢，啊洗鐵噴鐵，本佢標差不多10分鐘、15分鐘，啊個油化學作用鐵以後，呀，種嘅蔬菜水果這樣來食，安尼較安全。这说到怎么去清洗哈，这个清水其实是最好的。以前其实在国内那个农委会的药物毒物试验所，就我们叫药毒所，他们其实有做过研究，流动清水是这样效果最好。好，那什么小苏打、盐粉，然后其他那些其实都不用比较好，甚至可能比较差。專家有各種無共用嘅看法，比較共用嘅，就係用水見蟲見色最強烈。其實他講嘅時候唔係冇原因嘅，衛福部食藥署去年處驗市面上賣嘅農產品農藥殘留嘅情形。青菜當中，荷蘭豆、棉豆、松角豆也豆豆菜類唔合格率最高，有35.2%。再過來係西瓜瓜、甜椒、토마토也豆果菜類有20.6%。白菜、調羹白、油菜也豆、四葉菜類有10.8%，其中豆菜類已經連登5年係殘留最多嘅。豆菜類主要它生產的這個，在這個作物生長比較特別哈，因為它成熟可以採收的這個算是果實，或者是這個採收部位，跟還沒有可以成熟採收的都在同一棵植物上面，所以不管可以收不能收，都會接觸到藥。針對那些沒有適當停藥期的這些藥，就很容易有這個所謂的農藥殘留超量的情形。茶體市場隨隨業業均無限，該度反嚟農民提嘅舊幹，也係絲路果菜市場，每全台灣最大嘅青菜果子13批，台灣人食落度嘅青菜，3股有1股係對野炊氣嘅，味道嘅應付愛加量有按度嘅交易，果菜市場有快速蔬果產ထုတ်咁樣式，3分鐘就飲得到果菜都好，有料到實從紙膜。
是以快速检验方法嘛，也就是说，你像农民的话，以前或是我们公司去采样里面的一些作业，就是要萃取药这样子一贯作业以后出来的话，你就是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超过抑制力35%的话，那就是超标的话，超过标准的话，你就是不能供销。就是农民在他们的蔬菜要采收之前，他们会送过来检验嘛。如果超标的话，我们会通知他们不能采收。大部分的农民都会跟我们配合了。大部分果菜市场就屯西路果菜市场同样用快速检测法，不过3分鐘按段嚟天，正建做對屯民眾嘅空間來把關係。这个是永远是一个两难。那检验的快速衰检，它只有能够抓出某一些毒性比较剧毒性的某几类的农药，它有辨别性。快速是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如果要送实验室验的话，再快也要3天到4天。而估到搶取果子天初開始，韓國消費者要求食嚟安全麼，未能搶做的快速檢測。是講搶取果子竟存在有農藥殘留極多嘅問題，民眾食材該難安心食。不過食藥署竟然參考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嘅標準，吞農藥殘留容器量嘅標準修訂高，加修訂247種農藥殘留容器量。增加前個項農產品同食品嘅農藥含量標準，也就係講亞條項目過去做清規定做唔得驗出，今年新業或改做得含量殘留。農藥的標準現在是依據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第15條訂定，那也就是如果你有定標準的話，就是要依據這個標準之內。如果你沒有定標準的話，就是不得檢出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反正走下就會留下痕跡，你只要使用的話就會有殘留。如果不去定標準的話，那反而這些農作物都是不合格。那這些農作物事實上也是農民辛苦栽種的，那也是符合標準也符合安全的東西，為什麼不讓它可以合法的進到市場上？唔千多人爭議，食藥署按嚟做，其實係囤農藥殘留容器量標準放寬，坦白就算檢驗合乎標準，他家是咧搶取果子，就係越食越吐越上升。呢年單差唔多有300人種嘅農藥可以用嘛嗬，因為其他國家其他蔬菜，佢也就用嘅農藥嘅種類同呢台灣冇相樣啦。也種攞杯來嘅蔬菜水果咩買呢台灣。所以呢，你就講你過來去開放200人種嘅種農藥過來，本期做得入來啦嗬。蘿蔔香食農藥嘅種類同呢個蔬菜水果地度食農藥嘅種類會越來越多。以前是不得檢出適用0.01個 ppm 來作為一個限量標準，那現在如果放寬到0.05或者是0.1，那這個感覺上是放寬啦。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說，它到底合不合理？其實，在食藥署他們做的一些所謂的規範，基本上是參考在實際上，就是說，它其實這個農藥可能用在這個蔬果，但是以前可能沒有申請，或者說這個以前沒有申請，但是農民也在用。那這種狀況之下，那其實對整個農作啦生產而言，不見得是一個合理的事情。不完全是放寬，而是說我們開始在農民使用的農藥可能有超過1000種，可是我們國家才針對200多種農藥有定標準。請問這樣也合理嗎？就表示說你跟他講有7、8種的農藥是連驗都唔知道要來驗，好，那你怎麼定標準？所以我覺得把它納入法規去做管理，會比完全沒有定標準，說不定在某個程度是比較容易管理的。就算有標準，個好管理，唔過還係有專家爭議。政府搶管幾片農產品嘅農藥殘留標準，冇去做總量管制，還有可能會係食越多種就越多。你同佢做實驗嘅時候，都一種農藥同佢看嘛。但是而家該度農藥強入來，該度農藥因為強來嘅時候，就要共同嘅特性加咗佢嘅特性去放大嘅。我喺放大嘅情況之下呢？你冇做嘅實驗，冇做嘅動物嘅實驗，冇做你同人下相關嘅動物嘅實驗，你就唔知佢嘅特性有多哪些。這個就是食藥署或者農委會常常都講不清楚嘛，就是說，它其實在考量的時候，它其實是有考量總量的管制，至少從單一農藥部分是有考量總量。好，那但是我想這個一向都解釋講得不太清楚，所以對消費者來說，他可能會有這個疑慮。那第二個比較複雜的是說，那同一類的農藥，它的會不會有加成作用？
那这个问题其实目前是比较难回答，还是要配合检验方法。那因为检验方法也一直在精进，那我们今年已经一次可以验到300种农药，对。那但是事实上，这个外面在用的农药更多了，大概目前登记的应该有，大概也300多种。那但是我们目前是300个农药，那其实农药这种就是，如果你没有去验，你也不知道它有残留。其实重点还是源头要去把关。如果源头好好使用的话，那事实上后端的不合格的比率会非常低。